今日看台北上海双城论坛17举行，传出上海市台办主任金梅甲9个中国的媒体记者信息无通过，陆委会嘛无通知讲敢需要报警。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讲，伊感觉真遗憾。 台北上海双城论坛要伫17正式开始。上海访问团102人，按算伫16到台湾。陆委会进前有条件同期举办，各要求部分名单爱报警。啊，毋过说传出原本要随团的上海市台办新任主任金梅，甲9位中国媒体记者信息无通过，第一时间也无说明原因。互台北市长蒋万安发声陆委会开大门行大路。去年我率团到上海去，也受到 很好的接待，进行市政交流非常的顺利。今年上海团来102人的上海团，我们也很希望用同等待客之道，让他们全团进到台北，顺利进行市政的交流。今天这样的结果，我们很遗憾。我们要对台湾的民主韧性有信心。昨天晚上收到回报说，这个许可证的核发了90几位。 大概是这样的状况。台北市府政市确实少10个许可证。今年6月中，迄时阵上海台办主任张晓敏就派出上海访问团到台北为双城论坛探路。即马新任上海台办主任金梅等人信息无通过。台北市府表示，希望陆委会应说明原因。是刻意阻挡双城论坛的举办，完全是按照民进党的情绪在办事，也凸显了民进党的酸葡萄心态。而按照过去双城论坛在上海举办的经验，不管是随行的幕僚官员，又或者是随行的媒体，通通都放行。这也凸显了民进党呢是完全践踏民主自由。全台湾的人民对于自己的民主的韧性都是非常有信心的。那蒋万安也不用去针对审查的部分故意呢乱带风向，过程中必须要严谨。如果有一些行为脱序的话，那到时候造成的一些意外，是不是又要怪这个陆委会审查不够周延？那咧机关有无共款的意见？到这个进程，陆委会副主委杨文杰甲人简单透露，对访问团无主动，拢是欢迎。记者综合报道。